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聽文哥說書啊，又係我文哥啊。今日咧同大家都繼續傾下書啦。嗱，今日天氣涼涼地啊，嗱，香港夜晚咧都係涼涼地咁嘅。呢排咧天氣特別爽啊。咁啊，大家都食咗飯啦。散下步嘅時候，不如聽下文哥介紹下啲書俾大家聽下啦。嗱，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本超實用啦，都超啱香港人用嘅書啊！書名係叫做15分鐘聊出好交情啊，作者係日本人嚟嘅，就叫做野口敏啊。嗱，呢本書咧一出咧就爆紅啊，喺日本嘅 Amazon 咧就賣到咧係年度嘅 Top 20嚟嘅，銷售咧破100萬冊啊！仲有後續嘅書咧叫做我一定要跟你聊超過15分鐘添，可見呢一個真係咧好多人需要嘅書嚟嘅。咁點解咧話係啱我哋香港人呢？因為咧我哋香港人啊，好多時咧都忙到暈啊，要見客啦，又要 networking， 又要相親、返工開會啊，甚至咧就搭的士咧同埋司機傾兩句咧，都好多場面咧，都係短短10幾分鐘咧，都要咧諗下點樣先可以同人建立一啲好嘅關係。但又咧就唔係就覺得咧尷尬啦，又或者咧唔知點樣講好啊。咁呢本書咧就教你啊點樣喺短短15分鐘裏邊咧，由一個陌生人咧就變成朋友啊，甚至乎咧會變成死黨添。首先啦，呢個作者野口敏呢位老師啊，就唔係講啲好高深嘅理論啊，佢係咧真真正正咁教大家一啲叫做說話術啊。書名呢已經寫得好清楚噶啦，有66個開場提問啦，接話嘅超級說話術啊。佢話其實咧聊天咧最緊要咧唔係你講得有幾勁啊，而係你咧有冇令到對方覺得舒服、被注重咁咯。嗱，佢仲咧提出咗3個最核心嘅能力啊，分別就係傾聽力啦，就係呢一個說話力啦，同埋呢一個同發問力嘅。嗱，聽落去咧好似好簡單啊，但係咧好多人都忽略咗嘅。好啦，第一個我哋講下呢個傾聽力先啊。嗱，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同人咧傾下偈啊，其實咧心入面咧可能諗緊下一句咧要講啲乜嘢啊，結果咧對方咧講完，你都唔記得咗佢係講咗啲乜。嗱，作者咧就話啦，真正嘅高手咧係先要咧專心咁樣去聽啊，仲要咧聽出對方嘅感受啊。例如咧，對方話最近咧好忙啊，加班啦到凌晨咁啊，你咧就唔好即刻講我都係喎，而係咧先回應佢嘅感受。例如可以咁講啊，哇，都好辛苦下喎，真係唔容易噶，你點樣可以頂得住噶？嗱，咁樣咧，對方咧先覺得你咧真係關心佢嘅，而唔係咧只係想呢個搶風頭講自己嘢。第二啦，就係關於呢一個叫做說話力啦。嗱，唔係咧要你咧講啲金句啊，而係咧要你講嘢咧令對方開心。書入面咧有好多嘅實戰嘅例子嘅，例如咧點樣搭訕一啲嘅陌生人啦，第一次見客戶啊，甚至咧同長輩傾偈都有嘅。佢教你咧用呢一個叫做肯定加感受加提問嘅公式啊。例如咧見到人着住件靚衫咧，你可以話呢一件衫咧其實真係好襯你啊，着起嚟咧特別有氣質㗎。嗱，要肯定咁講啊，你點樣揀到咁啱㗎？然後咧表示一啲感受同埋一啲提問嘅方式啊，咁樣咧就自然咧會渡過到下一個話題㗎啦。第三啊，就係最勁嘅發問力啦。
嗱，野口敏話聊天呢就好似呢打波咁，最好呢就係防守就係進攻啊！嗱，多問一啲開放式嘅問題呢，唔好問係唔係啊，有冇，而係問點樣、點解啊？你覺得點啊？嗱，佢仲有一個所謂叫萬能嘅話題方程式啊，大概呢就係呢從眼前嘅人啦、事啦、物開始，然後延伸到對方嘅興趣啊、價值觀啦同埋未來噶。嗱，舉例啊，譬如你喺一個 party 裏邊見到一個新嘅朋友啊，你可以試下開場白咁講。呢度啲飲品呢都幾特別喎，你試咗啲咩款式啊？跟住呢，可以呢等對方講完之後呢，你又禮貌地接落去。原來你中意飲嗰啲果汁啊？平時呢係咪會自己喺屋企自己整噶？跟住對方亦都會分享下佢嘅睇法啦，然後你亦都可以恰當嘅時候加深再追問一下。你點樣學整呢一啲飲品㗎？有冇啲秘訣呢？可以教下小弟啊？嗱，咁樣呢，15分鐘裏邊呢，話題呢就自然滔滔不絕噶啦。嗱，書入面呢最實用嘅一部分呢，就係66個超級嘅說話術啊，直接呢抄落嚟用都得噶。例如啦，冷場嘅時候嘅救場方法呢，可以咁講喎。嗱，講開又講啊，你最近呢有冇咩戲啊、咩好書睇過咁呢？好啦，如果係一啲讚人但係又唔肉麻嘅方法，你又可以咁講喎。你講嘢呢真係好有條理嘅，我都想呢開下學下你點樣啊。好啦，如果你遇到一啲情況想呢深交一層呢，你又不妨試下呢一句喎。嗱，如果呢我可以重新揀一次呢，你最想呢改變人生邊一部分呢？哇，講真，呢一句就真係超勁啦！試過呢真係可以呢傾到好鬼耐添。嗱，文哥呢自己都試過用呢一啲嘅方法呢，同一個好耐冇見嘅舊同學去傾偈啦。原來呢諗住講兩句呢就走噶啦。結果呢，仲傾咗2個鐘添，仲約咗之後再食飯，你話神唔神奇啊？嗱，總結嚟講啊，15分鐘聊出好交情呢，就唔係教你點樣變成呢個口才之王啊，而係呢教你做一個令人舒服嘅人啊。只要你呢肯將一個焦點呢放喺對方感受多一點啊，然後慢慢練習啦。你都會發現啊，原來好多人呢其實都好想同人傾偈嘅，只係呢等一個舒服嘅開頭咁啦。如果你呢最近覺得自己有啲社交嘅障礙呢，或者想改善下 networking 啊、拍拖啊、親子關係呢，咁文哥呢都強烈推介你睇呢本書噶。嗱，咁香港有好多書局呢，都或者呢網店呢，都買到呢本書嘅，淨有電子版添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好啦，今集嘅文哥說書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聽完之後你下次見到啲人呢，都咁踏前一步同人哋傾下偈啦。如果你亦都有睇過呢本書呢，或者用過書裏邊嘅說話術歡迎留言俾我文哥分享下，我真係好想知道你嘅成績噶。好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